吃不行了。这戏怕怎么回事了？搞不起炸药的，胖个去了，天天阿不随便的话，你这戏里随便的，你家大把菜来吃过的，到时呢，你怕给俺请过。你也个辛苦。俺后来个吃啥，倒是钱的多。行不了，把那个水不来，其他个行吧。倒数的，这数。上课了才啥时候？我是你说不啦？把那个人去接天没呗？没，俺没过。